熱鬧新聽力。咁當然啦，我哋呢一個嘅新聽力優先選，咁啊所有嘅音樂作品一經派台，我哋全年推動。咁今日咧繼續有程文正上嚟嘅 ，Hello， Hi。嗱，你之前咧我哋節目裏邊咧介紹過專輯嘅一首嘅推介歌曲啦，《神域》啦。係。咁跟住落嚟咧，今一集就要推介另外一首嘅《爹爹》，一聽就知講乜啦。係啦，呢隻歌咧就係我專輯裏邊其中一首，即係因為講打機嘛，上一次講過，咁都係關於育成系列嘅歌啦，亦都呢隻歌對我嚟講好重要嘅，因為係我寫俾我啱啱8歲嘅一個小朋友嘅一隻歌，即係用一個身份。咁同埋呢隻歌應該係我寫咗咁多嘅歌裏邊咧，唯一一隻係我寫完份歌詞，自己坐咗喺度喊咗5分鐘嘅歌嚟嘅。5分鐘啫。喂，都好，突然間你寫完5個鐘，夜闌人靜咁，你好難噶嘛。所以當時即係再唱嘅時候，其實都唔知點解咁係感動咯，就唔係傷心嗰種咯。咁你係唱你同你個仔啊，定係唱你爹哋同你咧？你覺得可以放入去？其實咧，我應該有個畫面嘅，就係我之前嘅作品裏邊有一隻歌叫餐桌啦，咖喱餐桌啦，就寫俾媽媽噶啦。咁其實可惜我嘅懷念就寫俾我太太個媽媽嘅。咁跟住之後外母啊，外母，因為咁啱先當時就係我媽媽離開咗之後1年，就到阿太太嘅媽媽就離開啦。咁我就所以就有感而發就寫咗嗰隻歌。咁所以我就喺度諗其實我冇乜歌寫俾我爸爸噶喎咁樣。咁跟住之後我就諗，不如寫一隻歌係我寫俾小朋友。但其實同一時間都係寫俾我爸爸嘅一隻歌啦咁樣，咁所以咧拍 MV 嘅時候咧，要大家睇 MV 咧就會知道最後嗰個彩蛋，我嘅爸爸真係坐喺度拍嘅時候咧，其實拍嗰日都好難搞，因為佢坐我隔離咧，即係嗰一播咧，嗰個畫面原來係會咁嘅，即係我哋既尷尬又會突然間好觸動咯，係啦，所以其實嗰個 MV 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屬於我送俾我爸爸啦，同埋送俾小朋友嘅一份禮物嚟。你驚唔驚一樣嘢咧？就係成日都話男性同佢嘅爹哋嗰個關係咧，成日都好似表達唔敢表達出嚟，即係驚肉麻嗰樣嘢嘅。同媽咪可能都仲有即係多啲機會。我諗我同我爸爸係呢個方，即係呢個方向嘅啫。大家就係唔好講嘢，咁但係其實有啲嘢就係大家都心裏邊會對大家好好嘅。咁所以而家對我嘅小朋友咧，我就唔會啦。即係我哋有啲乜嘢好，我哋有一個關係好 friendly 嘅，即係我哋有啲乜嘢都會傾啊。佢遇到有啲乜嘢嘅新奇嘅嘢啊，或者我有啲咩新奇嘅，我會想同佢 share 多啲咯。所以其實基本上即係爹爹又好，或者所有嘅新嘅歌，好快佢就已經聽過晒㗎。係啊，所以即係如果係想即係保持到呢個關係由細到大都係咁親密嘅話咧，嗰啲新婚父母、新做爹哋、媽咪嗰啲咧，就由細開始培養嗰種緊密親密嘅關係 ，friendly 啲會好啲。係啦，而且咧今年澳門嘅出生小朋友得2000幾個咋，大家加油啊！睇睇爹爹，睇完之後大家快啲生仔啦！在世一切未能預告，哪怕參透後漸明白深奧。人漸老，漫天星海跟你細數，餘下世跟你未能遇到，我再翻開相簿重現擁抱，齊共舞，共享空間躲進被鋪。有一天圍牆蓋滿城堡，無忘有至親等終老，浮沉裏跌倒可跟我傾訴，好好日夜伴你開天闢地，打開這地圖，或有天你成家，我等不到，長存某國土，爹爹也知道，請用鳴謝虔誠來禱告，待有天你成長，理想找到，明了那美好，爹爹看得到。翻看舊時動態，每晚捉緊小手甜睡姿態，時日快，慢慢
分擔，心裏見解。期望你可以未來愉快，到某一天鬆開陪伴心態，無限界。若果不安，找我慰解。記得嗎？同遊某個長街，難忘那美好的方塊。來年有錯失，可跟你打怪。好好日夜伴你開天闢地，打開這地圖。或有天你成家，我等不到。長存某國土，爹爹也知道。請不用鳴謝，虔誠來禱告。待有天你成長，你想找到，明了那美好，爹爹看得到，我會知道，我看得到，成全你想去探索世界，給你盡好。好好日夜伴你開新天地，心中感自豪。或有天你離家，遠方深造，臨行那抱擁，爹爹也感到。請不用鳴謝，虔誠來禱告。待有天你成長，你想找到，明了那美好，爹爹看得到。是你使我成長，你可知道？勿忘那美好，爹爹那擁抱。澳門電台至愛排行榜，今期10大至愛歌曲，準備好未？開始數榜。第10位新上榜，嚴明熙嘅《風女》，旋律清新。第9位都係新上榜，有我哋吹記茶餐廳嘅《開心無限期》，聽個名就知充滿歡樂啦。笑料不要變怪，吹水到吹記談道理，好笑你問答遊戲，笑住吃西多再探秘，多得有吹記。第8位有 Gordon Fenders 嘅《溝之口沒有藤井風》，第6周跌到第8位，風格仍然獨特。只能抬到晚間快速趕來，陪着怪。澳門電台至愛排行榜，澳門電台至愛旗艦同澳視澳門熱鬧新聽力一齊數榜。係感動嘅，係嘛？咁而家你咁咪細個已經培養住頭先我所講啦，同個仔嘅親密關係啦，唔好等大個時候咧，一青春期之後好似即係攬下錫下愛下，都覺得尷尬肉麻咁樣咯。因為我哋都即係同太太都有一個諗法嘅，就係都驚佢有一日佢突然間佢有佢自己世界，有自己朋友就會唔理你啊，或者可能唔聽你講嘢啊，甚至乎佢有自己嘅想法，即係可能會冷落咗我哋兩個咁樣。咁所以我哋無時無刻都大家都俾咗好多愛俾大家嘅，咁所以希望佢唔好咁快就離開我哋住啦，即係有自己世界啦咁樣。係咁啊，但係我啊咁嘅嗱，你又寫個歌曲俾你爹哋啦、仔啦、媽咪啦、外母都寫埋啦，咁係冇寫俾你老婆喎？梗係有啦，呢隻歌就係嚟自又有隱藏住。呢隻歌就係嚟自2008年嘅至愛新勢力嘅最佳作曲《約會》，就係俾我太太噶嘛。嗰時你未係太太啊嘛。就係因為嗰隻歌，之後做咗太太咯。咁所以咪就而家已經20年咯。哦，係啊，20年，20周年啦，我哋。拍拖20周年。拍拖到結埋婚到而家，我哋一齊咗20年啦。所以太太都好服。
係啊，我真係亦都好服你。我都好感恩啊，有20年㗎啦，我真係好開心啊！OK， 酸埋呢個鏡頭講多次。我真係好開心啊！原來20週年啦，yeah！ OK，咁你將好多嘅感情嘅嘢咧，都會放喺自己嘅作品裏邊。係咪你嘅創作全部都係關於愛情啊、情啊嗰啲嘢咧？我諗應該咁樣講，我覺得每一隻歌其實作俾人又好，作俾自己都好咧。其實我都真係將好多自己一啲想法或者有啲我成日都講我手寫我心啊，其實真係將一啲我自己想講嘅嘢擺咗喺人哋作品或者作品裏邊嘅。咁所以你問我每隻歌裏邊其實都有我嘅成分喺度咯。咁當然除咗係愛情啦，或者可能人生嘅大經歷啦，或者甚至乎唱過嘅硬幣都好啊，即係都係啲自己陰暗面啊，或者甚至乎可能 Big Bang 時代嘅 Great Silent Hey Yo 啊，嗰啲 Zombie Boy 其實都係自己一啲想講嘅嘢咯。所以我都包含住裏邊。OK， 跟住落嚟咧，會同我哋演繹邊一首作品啊？呢隻歌亦都係我自己作品裏邊其中一隻最重要，亦都好耐冇唱，亦都係當時2014年我寫俾媽媽嗰隻歌啦，亦都當年就係媽媽因為離開咗寫嘅呢隻歌，呢度家裏的餐桌。你囉嗦替代我去打算，彷彿遙遠，人世但卻都苦短時，日難留但愛會長存，還能聽到你笑着說，為我歡呼那溫暖。一開始你那抱擁早把我身軀細算溶解，轉眼抬頭與你逛過像遊樂場的街，遺忘自己何時長大，餐桌偷偷老去，家裏孩童高得太快，夢外相約遨遊大千世界。有緣去分享，思憶鋪滿了餐場，用舊的熟悉問你，幸未消失可再細想。一開始你那抱擁早把我身軀細算溶解，轉眼抬頭與你逛過像遊樂場的街，遺忘自己何時長大，餐桌偷偷老去，天花的吊燈昏暗了，待誰開解？記過缺點污跡本身總有你諒解，可以從旁有你每秒再提示，給愛護我未曾壞，亦榮幸給時常寵壞，懂事初出已慣，講道別時方知太快，現在知道又很想見怪，遺忘自己何時長大，餐桌也像從前，家裏的氣溫不會變，活着的愛在心中記掛。澳門電台至愛排行榜，今期10大至愛歌曲，準備好未？開始數榜，第7位關智斌 My Little Finger Bell， 第2周升上第7，童話感滿滿。無論受苦受氣，至少不會單飛，任我依無，任我輕。第6位蔡國柱嘅我堅強的懦弱，最高去過第2位，今個星期第6位情感真摯。還不夠勇敢去追求，明明可我這宇宙。第5位清源 Frida 嘅捉什麼迷藏，第2周就嚟到第5位，神秘感十足。澳門電台至愛排行榜
澳門電台至愛旗艦同澳視澳門熱鬧新聽力一齊數榜。还在清晨，绝望像夜深。你不是别人，该不会把我忘了吧？我也更坦诚。闲谈过程，有回忆心疼。我们青春足以再容忍。遗憾的错别字，看如何解释这的这几年过得好吗？下次放手未必坏事，也无需再坚持，各自纠结都会有可是，偏执未必坏事，请别把泪透支，维持优雅部分彼此。自讨苦吃也还好体质，能稍微对此痛呵护备至。美好却是再难忘昨日，若无其事，我最後提詞。頭先講啦，新專輯咧係就係推出冇耐啦，係係咪？咁除咗你話即係唱歌，最想嘅希望梗係出到自己嘅專輯啦。係但係咧澳門嘅環境之下咧，甚至乎其他地方啦，香港嘅環境都未必係咁易嘅。咁你仲要有啲咩身兼幾職，愛嚟維持住呢一個嘅夢想咧？其實我而家主力都係做一啲幕後嘅嘢啦，即係除咗寫歌啊，或幫人哋寫又好，自己又好。咁其實最多都係以教學為主啦，即係可能教即係教唱歌啦，小朋友又好，大朋友又好，都有教嘅。咁亦都有教填詞啦，亦都有做一啲口才司儀嘅訓練啦咁樣。其實你問我嘅，我最想即係現階段最想有個咩目標呢？咁我梗係想做一次我自己嘅作品展啦，因為原來寫俾人又好，或者自己歌好，寫下都原來已經過百，我嗰日數過120定130隻歌㗎啦。咁我就諗啊，如果有一個記錄一下我自己都好喎。咁但係其實唔容易嘅，即係又要人哋曾經寫過俾佢歌手，又要碌佢哋卡啦，佢哋有時間啦，同埋又要佢哋真能夠可以參與到今次嘅話咧，係難嘅。咁我諗下可唔可以年尾或者搞個細型啲嘅咯，冇咁大型嘅咯。百幾首作品係咪全部都有出咗街？出咗街㗎啦嚇，係啊，唔經唔覺原來我都百幾首作品出過街㗎啦。出咗街㗎啦。啊，唔係話即係喺籠底的餐桌裏邊咁樣放喺度。都真係唔係啊！哇，原來有咁多首出過啊！同埋因為 keep 住可能我咁當然有中間有啲時間我冇自己寫自己歌啫，咁但係原來 keep 住寫俾人嘅時候，係咯，都原來寫下都10幾首一年咁樣，哇！原來都寫下。數下有邊幾個歌手唱過你嘅作品嘅？陳慧敏啦，跟住之後啱啱上一年有 TDSM 嘅嗰陣仔仔啦，跟住之後有林守坤啦，跟住有禤詠麟啦，跟住有李永漢又寫過啦，跟住之後嚟緊有一啲就唔講得名啦，佢哋好快就知㗎啦。跟住之後仲有MFM 啦，跟住亦都有寫過俾龍世傑又有啦，跟住仲有Queena 啦，跟住仲要，如果有啦，真係有啦。喪 B 波有一堆啦，加納啦，哇，咁真係有啊，真係。啦，好啦，咁啊多謝晒你啦，希望你呢個作品展其實唔一定要請晒佢哋出嚟嘅，用另一種形式出嚟都得嘅。即係全部都係視像，特登我自己唱。不過如果百幾首歌，我驚成幾粒鐘喎，4個鐘喎。我唔會嘅，冇唱百幾首歌，我好嚴選嘅。OK，好，跟住落嚟同我演繹呢首嘅作品啦。呢首歌咧就真正係
對我嚟講好重要嘅其中一隻歌啦。因為如果以創作嘅嚟講，即係第一次攞最佳作曲就係《約會》啦。咁呢隻歌係我第二次攞最佳作曲嘅，就係都係當時呢個已經唔係妹妹啦，而家應該係姐姐啦，就係阿陳姐，即係陳慧敏小姐嘅呢隻歌叫做《始終》，亦都係一隻當時攞咗最佳作曲啦，同埋金曲金獎嘅作品嚟嘅。咁啊，男仔嘅版本送俾大家。好，交俾程文靜，多謝晒。香調中再圓睡，指針總會團聚，百轉中分隔也是一對。我已不用和誰沒問結果，一夜相對，沒再一起飲汽水，始終有一點回響，始終結巴都痕癢，為何可作落多高漲失去自覺，我始終會想，始終帶一些狂想，暗地回蕩是你聲線餐是現場，始終也彌漫是你每張肖像有一絲微香，始終記憶都無常，明明都冷靜都知道當我獨處我始終空想，始終你不想回想，再別回望為你一世掛土牽長，始終有傷，始終我想。澳門電台至愛排行榜，今期10大至愛歌曲，準備好未？開始數榜。第4位 Dear Jane 嘅快樂不知時日，第3周嚟到第4位，輕快旋律，正能量滿滿。能想起今天有我，風浪裏伴你躺臥，想快樂時候。季軍第3位，上周嘅冠軍歌《榕村嘅小院》，依然細膩動人。微笑也是種力量，回憶如風輕輕讓我回到你身旁。嚟到亞軍第2位有農夫嘅《萬物皆可笑》，幽默又有哲理。有時可惜可悲可惡可恥，幾多失意全部小事，笑中生智。今個星期嘅冠軍歌有本地嘅作品林正輝《阿窿落窿尼》，嚟到第1位，孤獨卻不寂寞，深夜共鳴，一齊聽下。人在探過，或者一天天習慣獨個，不戀愛但愛唱情歌。澳門電台至愛排行榜，澳門電台至愛旗艦同澳視澳門熱鬧新聽力一齊數榜。澳廣視至愛新聽力至愛優先選第1階段3月1號至3月8號接受投票，投選你嘅心水歌曲，成為樂迷至愛優先賞。受賞歌曲更可直接入圍本屆澳廣視至愛新聽力。即上 tdm.com.mo 投選，一齊力撐本地原創音樂。